大家好啊，我係琪琪，今日嚟到深水埗嘅優惠多特賣場，喺深水埗站 C1 出口出咗呢個站呢，就轉左就呢條長沙灣道啦，直行就係呢度長沙灣道241至249號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，記得睇埋廣告，唔撳略過或者 skip 就係對我最大嘅支持。仲有訂閱我嘅頻道，睇下優惠多特賣場有咩置底嘢。我越嚟越中意嚟優惠多特賣場，因為呢度嘅貨品種類咧超多，而且好實用，成日都有好多新貨，價錢又 OK， 有啲仲好超抵添。首先睇下門口位有咩最新超抵價 ，Let's go！ 今期有最新嘅抵嘢咧，就係呢把迷你嘅風扇，12蚊咋，我都未見過咁平嘅風扇啊，好輕喎。賣佢係插線嘅 USB 插頭，有2檔啦，一檔都涼嘅，二檔咧都幾涼。擺喺桌面咧就啱晒啦，佢超輕身。繼續有呢一款咧超抵嘅感應小夜燈，5蚊咋。起身咧去洗手間嗰陣咧，佢就會着燈噶啦。佢係人體感應嚟嘅 ，Micro 充電，仲有好多貨啊。後邊有掛鈎可以勾起，同埋仲有磁鐵啦，或者有雙面膠貼住，幾方便喎。仲有好舒服嘅純棉 T， 今期咧有好多款選擇，有呢啲嘅 pattern 啦。仲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啊！而家咧係賣緊50蚊2件，仲有呢啲好舒服同埋好斯文嘅男裝翻領短 T， 有好多顏色，黑色、白色、寶藍色、灰色、杏色。而家做緊特價39蚊。仲有呢啲咁迷你嘅藍牙音箱，佢係德國嘅鋁合金材質，充滿電咧，佢係可以用到10小時咁耐。鋰電池咧係有500個 mAh 嘅，佢有 HiFi 高保真音效。頭先我都試過嚟，佢嘅音色同埋音質超正。除咗寶藍色，仲有紅色、銀色同埋黑色。而家做緊特價25蚊咋，有款最新嘅1拖3快充線，佢有3個插頭，Type C Lightning 同埋 Micro 1.2米長，佢係6A 快充。6A 快充係咪超快嘅咧？充電而家做緊特價8蚊，3合1充電線，仲有呢啲款做緊超特價，只係5蚊咋，係咪超抵咧？呢款係4合1嘅充電寶，係快充嘅充電寶，有2萬個 mAh 咁多嘅喎，有66W，而且係有 PD 嘅 Type C 插位，有4款嘅充電線 ，Lightning Type C、Micro 啦，同埋呢個可以插 USB 嘅。前面咧仲有2個 USB 插位，Type C 啦，同埋呢個 Micro， 而且佢係數顯嘅，哇66W超快充啊！佢仲有粉藍色啦，咁呢款係粉紫色，佢仲有另外2款嘅，就係呢隻粉色，都係2萬個 mAh，20W 嘅，仲有黑色。而家咧做緊超特價，哇30蚊咋，呢款快充嘅充電寶2萬個 mAh， 超抵啊！呢款 L 字頭品牌嘅有線耳機係有好大聲嘅114分貝啦，有藍色啦、紅色、黑色，仲有呢款嘅有線耳機係有粉紅色啦同埋白色，有 HiFi 嘅音效添。呢2款有線耳機咧做緊特價，哇！只係9蚊咋，好輕嘅手提風扇，佢有幾檔嘅，每一次轉檔咧都有唔同顏色嘅喎，好靚啊！佢啲幻彩燈光。試下亮先，1檔、2檔，咁啊3檔咧先夠我亮嘅，咁啊都 OK 喎，掛頸嚟講，好靚啊佢，粉紅色嘅，500個 mAh 鋰電池，如果用細個鋰電都唔緊要，仲可以喺個 power bank 嗰度充電，幾方便。最中意佢就係超輕身啊，下邊仲有一條掛帶，方便你拎嚟拎去。今期繼續咧有呢2款嘅 USB 快充線，佢係超級快充，有 Micro 啦同埋 Type C， 好輕身，因為佢係好短嘅。我都買咗2條 Type C， 超快啊充電。繼續有呢款 Speed Duo 泳鏡，哇有好多款式，我都買咗幾個啊，兒童款都有，有啲仲係有度數添。如果你好彩嘅話就會揾到。而家繼續做緊特價，哇超抵，12蚊咋！想買就快啲嚟啦！繼續有呢款 Apple 手機殼，哇已經賣到七七八八啦，因為佢實在係太靚啦，有超多款任你揀。而家係做緊特價20蚊。最近天氣好熱同埋好曬，多咗人咧揾呢啲防曬遮。
呢度有自動防曬遮，一撳個掣咧就開到噶啦，單手操作都得。特別你買餸啦，或者手上拎住好多嘢咧，咁你單手操作咧都可以開到把遮啦。而家咧佢有綠色同埋黑色，25蚊。另外仲有手動嘅遮，藍色同埋黑色係20蚊嘅。另外仲有一款係大盒嘅防曬遮，呢款薄荷綠防曬遮好清新，有埋個盒都超輕。如果把遮濕咗落雨，咁啊擺落呢個盒度超方便，又唔會漏水。仲有呢隻米白色同埋黑色，而家係賣緊38蚊。另外仲有一款咧好啱老友記用嘅，就係呢把長遮啦。超實淨，同埋佢材質非常之厚實。除咗可以咧係防曬遮之外咧，仲可以當拐杖用，借一借力。而家咧佢係賣緊52蚊嘅呢把高級長柄遮。眼鏡區呢邊咧有太陽眼鏡啦，同埋仲有呢啲嘅眼鏡框，全部都係29蚊咋。唔知呢啲眼鏡框可唔可以配一副新嘅眼鏡呢？近視鏡得唔得呢？如果好口渴，呢度超勁多飲品任你揀。我哋落去想睇下有咩好抵嘢嘅賣。有好多款唔同顏色嘅拖鞋，好厚實喎，而且好舒服。佢裏邊咧有好多窿窿咧，係防積水嘅，有綠色、灰色、黑色同埋粉紅色。呢款咧就係咁樣嘅，冇窿嘅。咁全部咧都做緊特價，19蚊。呢款粉紅色嘅有好多花嘅洞洞鞋，好似幾舒服。而家都係做緊特價，你估下幾多錢？15蚊咋？你話係咪好抵呢？唔知仲冇其他顏色呢？閃靈靈嘅清潔布，好舒服。後邊係網狀嘅設計，只係賣3蚊啫。想唔想有人幫你掃地呢？呢度有一款黃色嘅掃地機械人。當佢遇到障礙物呢，佢會轉方向。佢嘅 size 直徑係18cm，高咧係7cm。佢係用4粒嘅3A 定係2A 電池呢？喺底部咧換電池嘅。而家做緊特價20蚊。呢款平平地都抵玩。刀菜板套裝呢度一 pack 咧就有齊把刀仔，呢個刨水果皮啦，咁啊有埋個套，同埋仲有呢個刀菜板送埋添，有粉紅色、綠色同埋藍色。哇！而家做緊超特價，7蚊咋，係咪好抵呢？仲有好多張唔同顏色嘅電腦摺台，哇，都幾大張下喎，木質都好似幾靚喎，好似係實木嚟嘅。好靚嘅粉紅色摺台，好開心啊，心情都靚靚。前面呢度有黑色嘅凹槽，可以擺手機、平板，方便睇片煲劇喎。睇下個 size 先，下邊係弧形嘅設計，唔會頂住你嘅肚腩，可以放到14寸嘅手提電腦，放埋 iPad mouse 都冇問題。最大嘅好處就係佢摺得，唔用嗰陣摺埋佢，超慳位。除咗粉紅色，仲有胡桃木色同埋原木色，任你選擇。呢度都買得幾平，哇！只係18蚊咋，真係超值啊！想買嘅就快啲嚟睇下啦。我今日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，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仲有訂閱我嘅頻道。拜拜。